再来看国民党立委布坤基今仔日立法院针对马太 K 造成灾情来质询行政院长杜英泰，伊是批评讲中央无thiết立的计划是人为的疏失造成灾难。杜英泰是表示讲，thiết立的计划甲执行是地方政府的责任，院长是真上气，嘛呛声布坤基讲，大家拢在抢救性命，只有你的抢救你的政治性命。发以为红色警戒要求撤离。 要求红色警戒就是一个最高的要求，发了吗？这什么叫海啸警报？对花莲马太阳溪崩山湖疫大水地灾，国民党团总调布坤基是真大声在质询行政院长杜英泰，这个中央无帮助花莲县府事情撤离和事后救灾，杜英泰随反击，全部中央管的一流进来，主责机关是谁？所以撤离要地方政府来撤离，救灾全国人民。 所有的相关单位没有政府要人民来救灾哦，所有的部位政府要人民来救灾哦，不要再敲桌子，没有政府人民来救灾，敲桌子，非常的难过。我们既然有这样的院长，不是难过灾民的生命，你是难过你的政治生命啊，难过什么？两个人拢无人要让，小量超过1点钟，布坤基讲，嘛是希望另外提出特别条例来应应灾后的复原。杜英泰强调讲，行政院是开放的态度，只要条约有共识，拢会当讨论。另外，南北党团部班行政院务编列提关军人的台股减少退休金的预算，规划针对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提出复议。民众党团要求退登去定编，佮讲要告发杜英泰渎职。我明确的告发，周荣泰苛扣了军人的加薪，苛扣了警校的退休金。既然福国利民是大家的共识，那就应该尽量减少朝野的对抗。无论是提告行政院卓院长个人，或是阻挠总预算，都是反方向。杜英泰回应讲，政府是唔捌无重视军警小警员的各项福利，希望立法院长韩国瑜会当主持会议，做伙来协商这件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